好，来继续来看南投德山的大湾有地主，因为爱迄个买椰，特别去种一种叫做高氏佛泽兰的花，他来成这个猪饭店。努力10年，总算是成功了。拿到7月初，就会当吸引到9000只买椰来甲食，嘛将做德山看椰的好所在。你看。讲到煮饭碟，大家拢会想到婚礼的拿来，不过即马伫德山镇某煮饭碟的秘密景点啊，经过10年的打拼，总算有成功。每年的7月初，就会吸引几千只乌碟来到这，嘛变成德山新的小碟景点。在我自己家里面，富裕已经有10年的栽培了它的那个高氏佛泽兰这种蜜源，所以我越种越多，越种越多，然后它蝴蝶的数量也越来越多。这椰啊超过50种。伊用10年时间，伫引导的边啊开始种蝴蝶芥、威尔冈，也就是高氏佛泽兰，有几千盆。为去年就开始看到成果啊。这边的紫斑蝶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可能应该是富裕的关系，所以很难得的机会来这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到大安里来看这样的一个紫斑蝶一个飘舞的这种情况。欣赏煮饭店一般是为7月初到10月底，足足有3个月时间。德山镇长希望讲，咱乡亲老营会使去行行看看咧。